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一起来关心这一周的新闻焦点。中央为了解决机车改装的乱象，推动改装排气管认证，就从今年实施新制，规定改管需要相关的检测，并且需要监理站的登记，之后1年缓冲期可免费检测。2025年正式上路之后，就需要自费，违规最高将开罚5400元。机车改装造成交通乱象，也凸显噪音扰民。为了从源头解决机车改装排气管产生噪音问题，环境部与交通部共同推动改装排气管认证制度。改管者需要通过噪音检测，并且至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未来1年缓冲期间，可以免费到地方环保局或噪音实验室检测。2025年正式上路后，就需付费检测。未使用认证且检测不合格者，最高罚5400元。如果没有取号，那我们现场检测又不合格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直接告发哈，照目前的噪音法规来告发。那未来在114年1月1号缓冲期过了之后呢，民众如果有改装的话，就必须要自行委托我们认可的实验室国安院认可的实验室呢来进行检测之后，然后送测，然后再取得编号去办理登记。好，那路边拦查处理的话，未来就是如果有路边拦查没有认证的，那我们通报交通部这边来给予就是依照道路安全交通条例里面呢来处罚哈。另外一个呢在检测不合格呢，这就是如果噪音检测不合格，那是一律告发哈，就是在改装的这部分。好，所以大体上我们就是重点是抓草不抓改啊。那如果改装呢，必须要登记。机车排气管噪音这件事情哈，在末端的公路电力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做个说明哈。那就是像刚刚张市长所报告的，依照院里面指示，我们配合环境部这边推动这个机车排气管噪音认证的这个制度，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果，所以我们就配合修正我们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附件15的规定哈。那机车排气管现在是可以变更的项目，不过它只需要符合我们交通部安全的要求，就是要有相关的防烫盖，还有那个出口必须在后方，而且它的出口角度必须要水平或往下，不能够有颜色的这样子的情形了哈。那配合环境部这个机车排气管认证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在今年的10月份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后如果要变更机车排气管的话，除了要符合刚刚所说的防烫盖、出口角度跟出口的这个在后方的这样的规定之外呢，必须从114年开始会列入定期检验的项目。改装排气管必须要使用经过环境部噪音管制认证，而且是可以匹配原本这个车辆的这个排气管那在114年正式上路列为定期检验项目之前那就像刚刚市长所说，我们会给大家给一个1年的缓冲时间。那如果提前来办理相关的一个变更的话呢，是可以不用付相关的一些发票的哈。那大概是我们目前法规修正的一个进度。那这样子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我们现在已经跟内政部在进行相关的会询作业当中我们应该明年就会开始来正式上路。好，那在变更登记的部分的话呢，就像刚刚市长所说明的哈，排气管这边源头这边会有相关的登记管制，然后会在噪音合格的排气管上面会有相关的一些绕码或是一些合格编证的资料。那这样子的产品提供给改装业者呢，改装之后呢，到电检机关来，我们就负责依照规定办理相关的变更的这个登记那在办理变更登记的时候呢，就是会预备相关的证件，就是跟我们一般变更的程序这样，要备妥相关的行车执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一个证明，然后相关的一些证明文件之后呢，114年之后呢，你来变更的时候呢，就必须还要提供这个合法业者提供的加改装的这个统一发票那为了加速大家在这个法规实施之前，能够提早来办理变更，或者我们也考虑到说有些民众的变更可能已经发生在比较早之前，那不像新改装的，它可能很容易取得发票，所以我们在法规里面也允许说在113年12月31号之前那如果你是这样子改装的人的车主的部分的话，来办理变更登记的时候呢，是可以不用检具统一发票的。我们在过去针对这个
机车有机动车辆的这个噪音呢，做了一系列，我们用声音照相来找出这种高噪音影响安宁的这个事件。那我们发现呢，有一些机车或者是就是有透过这个排气管呢不当的改装之后造成高噪音的事件所以我们这次推出就是说，如果改装的话，你必须要在透过我们一个噪音的认证之后，然后到这个监理站办理登记那这样才能够保护整个噪音的这个情形才能够确保那目前的做法就是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那我们有1年的缓冲期114年1月1号开始会有开罚的这个规定那明年度呢，我们环保单位环保局这边特别提供贴心的服务，就是让已经改装的还没有就是没有测试过的就使用的这个排气管呢，不是经过环境部认证的这个排气管的呢特别可以到环保局就近到环保局这边来登记要做测试。那因为测试呢，我们会网站上面会让需要的车主呢，他可以选择他就近的这个环保局测试。也就是说你在台中呢，你可能因为车子有可能在台北，那你可以在台北就近来进行测试。那我们有1年的这个服务期间不收费。现行并未文明规定禁止排气改装，仅有规定排气角度加装防烫盖且不需登记。新制明年元月起实施，将规范机车噪音及排气角度。改装车未经认证者，依道路交通条例处900到1800元罚锾。目前以管制机车改装为主，政策上路后会观察实施情况，滚动式研议是否也纳入汽车管制。记者翁俊台北报道。高雄轻轨历经10年长跑东环段，终于取得营运许可，正式在今年元旦通车。试营运期间可以免费搭乘，不过提醒民众，免费搭乘也需要刷卡上下车。未来收费将改为里程计费，邀请您一起来体验。东环段轻轨路旁，现场正在进行的防灾演练，救护人员们严谨地执行着救护 SOP。高雄轻轨10年磨一剑，东环段轻轨通过履勘，这次取得营许可，确定在2024年元旦通车。高雄轻轨的最后1里路C24到C32车站，那也在我们这个月的23号交通部履勘通过了那改算完成之后的话，在26号交通部也正式发给我们营运许可函。那也代表了轻轨可以正式营运了。高雄轻轨正式连接成员，1月1号开始试营运。试营运期间，民众可以免费搭乘，鼓励大家可以来多多运用轻轨。试营运期间免费搭乘那鼓励民众这个上下月台做刷卡。那大概有3点重要的一个措施跟民众做说明。第一个部分是1月1号从早上6点半开始之后的话。就免费，然后上下月台刷卡。随着轻轨圆环通车，过去只需要刷1次卡的方式也进入历史。现在上下月台都需要刷卡，而且免费期间也需要进行刷卡感应，让轻轨收集数据，以便试营运后针对遇到的状况做调整。那未来我们轻轨营运之后的话，那民众就在车站进出车站，在月台上做刷卡那像从这个地方进去之后，这个地方就有刷卡机。记得那个进站出站都要做刷卡。在免费期间的话，我们为了收集相关的民众的资料，优化轻轨所以的话，请民众记得进站要刷卡，那出站也要刷卡，也就是说要刷2次优惠搭乘时段也落在农历春节期间，因春节连假的人潮，让民众也可以试着转搭大众运具来观光高雄，避免面对大量塞车的车潮。免费搭乘的期间跨到这个春节之间那最主要是因为在春节的时候的话，有很多外地的民众或是我们高雄市民的亲朋好友都会来高雄，那也借此来宣导我们高雄的一个观光。高雄轻轨历经10年长跑，路程一波三折，终于在2024年正式成员通车，为高雄的交通成长历史再增添一笔。记者孙君高雄报道。
同样关心交通，高雄为了鼓励民众使用大众运输，特别举办上班族限定 T-Pass 月票快闪活动。虽然开卖以来销售成绩相当的不错，但购买的上班族还是偏少，多数人还是喜欢自己开车，所以透过快闪，希望可以突破不同的族群，面对面推广，也教大家如何购买。T-Pass 通勤月票已经开卖一段时间，但还是有民众只是听过好像有很优惠的方案，但是却不知道如何购买。对，因为有看到报章有在宣导这种事，只是说不知道购买管道在哪里。有听过399的活动，可是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去购买这个套票这样子。T-Pass 月票快闪活动，现场直接教学该如何购买。有第一次购买的民众到场，表示天气冷了，所以考虑搭车上班。现场直接购买了第一张 T-Pass 通勤月票。我是第一次购买，因为之前我都骑车，但像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我就觉得好像搭大众运输来上班也是很方便的这样子。而笑着问到，那天气转暖了后会不会继续购买？民众也回应，高雄的大众交通越来越方便，之后还会继续续卡。会啊，因为之后高雄又有轻轨的那个环状线，那变成是说你无论是坐公车、坐捷运、坐轻轨，全部都很方便，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买下去，我应该会继续买。也有精打细算的民众表示，比较每个月的交通成本 ，T-Pass 方案是一个很划算的通勤选择。我自己真的实际有去搭乘过，然后我自己有去计算那个自己比较 care 这个部分，然后成本上来，交通成本上面来说，我真的觉得399是非常好的，而且。第一个很方便，第二个又可以省钱。转搭乘大众运具的人数有所成长，但是族群的分布不太平均，希望可以突破不同族群。从开卖以来都已经应该说成长已经到6倍甚至到7倍。那只是说，因为我们在分析一下客群，就是发现其实蛮多学生族群已经购买了，那但是上班族群可能比较多，都还是偏向于就是机车或是私人运具的部分。这次在3磅大楼举办快闪活动，就是希望可以直接面对面宣传，并且直接现场教学购买方式，让上班族有机会可以尝试转变交通形态。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选择几个重要的就是上班族聚集的地点。来就是让上班族也知道说，你来购买这个399月票有很多好康的优惠，那也可以应该是说减少我们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因为骑机车其实比较容易有发生一些交通事故，所以也一并可以鼓励大家可以来使用。那假日的时候也可以用399月票也来出游。每天在车满为患的车道上，赶着时间，赶着生活，赶着各种杂事，还得需要注意交通安全，不如尝试看看转变形态，让自己的通行路上多一分悠闲与安全。记者酸君高雄报道。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年前在三峡界收路完成最后一梁柱吊挂，全长14.29公里的三鶯线全线合龙，宣告完成重要的里程碑。今年列车也将上线测试，朝2025年完工大步迈进。捷运三鶯线轨道工程24号全线完成合龙作业。新北市捷运局长李正安说，捷运三鶯线全长14.29公里，全线采高架形式建制，共设12座高架车站与1座机场，路线跨越土城、三峡及莺歌，衔接板南线顶埔站，行经土城中央路4段，跨越国道3号、三峡河及大汉溪后进入莺歌区域，沿莺歌溪跨越中山高架桥及台铁纵贯铁路后衔接至樱桃路，最后在福德路一段设置端点站及尾轨，并作为后续三鶯线延伸八德段使用，将串起新北市土城顶埔蓝线与桃园绿线，打造北桃共同生活圈。捷运三鶯线全长14.29公里，从2017年的1月开始，第一根的紧急施工，到现在已经6年多了。那这中间比较困难是我们的这个场柱悬臂工法跨越了2次的高速公路，那也跨越了铁道2次，那并且跨越了横溪，还有我们的大汉溪。那除此之外，我们的钢拱桥也跨越了三峡河，这些都非常的困难。那我们在以场柱的 U 型梁以及钢箱梁来克服了我们转弯段以及这个必要的困难的问题。那除此之外，最重要是我们在特别狭小路段，在中央路4段以樱桃路。那因为为了维持交通，只能利用夜间来吊装这个 U 型梁以及钢箱梁。那我们在吊装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克服商家他有这个
招牌的问题，以及居民的阳台，还有一些结构物可能凸出来，我们的事先勘察，把它移除之后，才能够进行后续的吊装。当然还有我们最重要台电的横越马路的电线的部分，也要事先移除。捷运局长李正安进一步说明，捷运3英线路线大多穿越人口密集且狭窄的道路，施工难度高，因此特别感谢中央路4段的居民同意配合移设招牌及阳台，并忍受夜间吊挂的噪音，才让工程顺利推动。而高架桥梁仅是基础，与老旧接扩又面临错综复杂的民生管线，其牵引作业增加总体难度及工期，都是完成捷运3英线的施工挑战。新北市捷运局及施工团队于24号完成全线合龙的重要阶段性任务。那接着我们在吊装的过程中，还会碰到我们台电管线的台电管线的电杆，那这电杆也要配合停电，然后临时迁以后才能顺利吊装。那吊装完成以后才恢复这个复电，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克服困难的。那首先我第一个要感谢是我们的新北捷运局的同仁跟施工团队克服了刚刚我讲的这些困难之后，能够达到我们今天合龙的目标。那第二个要感谢中央路4段的居民，市民朋友们能够忍受我们吊装的噪音，然后能够在这个半夜的时候，有时候偶尔会断电，这样他们都非常的配合，非常的支持。第三个要感谢我们管线单位的台电，除了配合临时迁以外，在我们吊装过程也能够断电，然后配合将电杆移位以后，然后再复原，这些都是我认为非常困难的。那我今天在准备要合龙的情形之下，我心情觉得非常的欣慰，而且非常的感恩，感谢大家。今天合龙之后，就会奠定我们这个未来2025年完工的目标，跨出了一大步。新北市捷运局施工团队顺利在24号在三峡介寿路吊挂完最后一根预铸 U 型梁，完成全线合龙的目标，也宣告3英线迈入下一个阶段。预计明年将在优先测试路段进行系统动态测试，朝向2025年完工大步迈进。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班班有网路、生生用平板政策之后，现在又结合有线电视和资讯业者，在偏区的学校执行国发会5G 网路的创新应用，透过科技化的工具来弥补数位落差，成果相当丰硕。台南市左镇国中的学生戴上 VR 虚拟实境的头盔，借着游戏来学习，模拟各种英文对话的情境，期待透过沉浸式互动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游戏式的教学，认识单字，进行里面的操作，我们也不需要用到手把，所以就不怕同学在旁边乱挥打到别人。右上角的这个对话框是，等一下这位同学他要进行。他要跟这个店员进行对话。对偏乡教学资源有限的学校来说，科技教学的需求更加迫切。那有这样子的 AR 跟 VR 的一个学习的方式，那也透过扩增实境就是结合双语、结合科技，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偏乡的孩子更能够有效的、快速的跨出这样子的一个场域的限制，这样对，像我们的校定课程，那我们的英语的这种加深加广的课程，甚至是社会领域的这种地理历史的这种课程，其实都可以很广泛的来运用这样子科技的融入，这样。在台南市经济发展局和教育局指导，在地有线电视成功向国家发展委员会申请5G 人工智慧的创新应用补助计划，分别在左镇、南化、仁德以及沙仑等市间偏远国中投入英语数位教学系统，同时也结合故宫 AR、VR 的内容，让历史文物和新世代的技术结合。对此，国发会处长也特别南下见证该项成果，市府副秘书长也代表市长表达肯定。那智慧教育方面，我们特别期待在比较可能产生数位落差的地方，那通常是一般大家所谓的偏乡啦，因为这方面可能基础建设或者数位内容的应用比较不足，所以我想我们政府的资源
能够挹注在这方面，让这边的学生都能够体验到高科技的好处，透过沉浸式的学习来增加他们这个学习的效率。然后跟我们台南市政府的合作，然后成功的申请到国合会这次的一个补助计划，然后让我们偏乡的教育能够结合5G 这个部分来缩短城乡的差别那当然这边也很感谢我们故宫也提供相关的历史文物的部分还有包括一些历史典藏，让我们的学生他们在学习上能够更丰富。这边都仅代表我们台南市市长黄伟哲来这边向大家致上最高的谢意。在地有线电视透过5G 网络传输的优势，提供最稳定也是最及时的教育服务，共同为台南市数位教育尽一分心力。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说到酒驾，不仅会重罚，更涉嫌公共危险罪。为让酒驾累犯体会生命的珍贵，高雄监理所特别把道安讲习设在殡仪馆内，让学员体验灵堂的氛围，还实地参观的火葬场和捡骨室，希望他们别再酒驾了。在立法院通过修正道交处罚条例，并且得公布酒驾累犯姓名及照片后，施行办法已将近2年，但还是有民众讲不听。除了似乎不怕罚则外，黄汤下肚后，更是以生命挑战公权力。而为了贯彻酒驾零容忍政策，让酒驾累犯感受生命的珍贵，同时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高雄市区监理所特别将酒驾讲习课程安排到市立殡仪馆上课。只见学员每位低着头，表情跟着民众严肃起来。那这个体验的话，是针对我们酒驾的这些驾驶人，他们到了我们的高雄市立监理所来上课的时候，我们另外再安排一个到我们高雄市立殡仪馆的一个实际，让他们实际体验一下我们这些如果说因为车祸而往生的人员，他到了殡仪馆，他的整个的一个生命最终的一个过程，包括说我们一开始从他们进到我们的冰柜，然后停尸间，然后看他们去看我们的那个整个洗大体的一些的他们的设施的状况，最后我们到了他们的火化场那边，让学员去了解一下，其实生命是非常珍贵的。那就大家感受一下哈，现在今晚下全国因酒驾往生诸位亡灵。高雄市区监理所指出，酒后驾车导致的交通事故，不仅造成人员的伤亡，更会让双方家庭破碎，财产也跟着损失，日后付出的社会成本同样是难以估计。因此，将酒驾再犯班的体验课程直接搬进殡仪馆，好警惕学员爱惜自己，尊重他人生命。第一到那边后，他们觉得说，哇，真的是哈，如果发生酒驾的行为，那如果影响到别人，也影响到自己，那别人的家庭受到多大的一个损伤，内心都有一个很大的震撼。也是说，有学员也就想说，哎，我以前都不知道，原来除了我自己受伤以外，其实我影响到别人的家庭是这么严重。他们也都想说，哦，我下次就不会再犯。监理所除了安排模拟告别式会场的课程外，并在殡葬礼仪师的导览下，实地参观了各项人生终点站必经的过程。会后参与学员也共同签署酒驾零容忍的宣誓，并直呼以后再也不敢酒驾了。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一起来哈，我们说相信猪油拌饭是许多长辈的童年回忆。有些民众到餐厅用餐，还会特地点这一道古早味。所以台南有餐厅业者特别推出帝王蟹猪油拌饭，除了让大家回忆儿时的美味，也让消费者体验视觉与味蕾的双重享受。香香的红葱猪油淋到白饭上，再加上一圈圈的薄盐酱油调味增色，主角帝王蟹接着上场，干贝、鹅啊、鲜虾摆满满。这就是烧烤家最近推出的海味帝王蟹猪油拌饭，肥满肉厚的蟹腿一口咬下，鲜嫩海味马上就能尝到。帝王蟹的口感很鲜嫩，老板烤的那个熟度刚刚好，所以吃到的时候，你那一丝一丝的那个在嘴巴蘸到没有话讲。老板蔡玉玲说，因为有顾客反映，希望能有大分量的餐点可以全桌分享，于是才有这个巨无霸帝王蟹猪油拌饭的创意发想。现在大家都是一起出来聚餐，无论是用餐的人员还是大家来庆生，大家都希望猪油拌饭不要那么小，因为我们可不可以有一大碗，然后大家可以共同一起 share 那种感觉。所以现在喜欢欢乐，因为现在都有节庆比较多，所以大家都希望大家一起吃一大碗，这样子大家感觉那种气氛都会非常的好，这样子。
费用大概现在一份大概3800左右。对，还有满满的整只的帝王蟹，那还有整个满满的海鲜的鹅啊铺满，然后还有那个虾仁，还有干贝，我们全部都放上去这样子。相较市面上这样一只帝王蟹，成本大约3到5千左右。烧烤加这道巨无霸帝王蟹猪油拌饭，价格定在3800，而且还有满满的海鲜搭配，竞争力十足。老板蔡玉玲表示，这道料理需要3天前预定，想尝鲜的朋友不妨约个3、5好友一起来试试口味。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台南市立人国小美术班师生发挥创意，特别规划家乡好味道的特色课程。除了将豆花、卤味、珍珠奶茶等府城的美食做成模型，其中虾卷的本尊和分身也同时出现，让制作过程更显趣味。我叫梦琪，我是今年台南市家长联合会的理事长哈。那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们虾卷的由来跟它制作的一个过程。食农教育老师在台上向立人国小美术班学生讲解虾卷的由来，同时指导学生如何制作。但最重要是要观察煮完后虾卷的外观。里面有虾仁，那种葱的感觉，虾仁、葱，还有岛吉。美术班老师利用油彩和陶土，要把虾卷变成食物模型，从外面的皮到里面的虾子和葱，完成后的成品跟真的虾卷分不出来。想要就是将这个东西还原的特别的跟真的食物很相似，然后让大家知道台南的美食是多么的美妙。那这一次呢，不仅就是我们手做的创意的一个虾卷模型，我们孩子也品味到一个真实的一个虾卷哦，真的是真真假假分不清啦，但是都是非常的美味。课程融入艺术教育与食农教育，更结合必比登校订课程府城美食甲天下，让学生在品尝传统小吃的同时，也能了解到家乡味的历史。那立人国小是全球最酷的小学，因为有塔楼、美食，还有古迹、文化、历史，还有我们的德庆溪，都在立人国小的周遭。我们希望能够把最酷的小学在立人的这个部分，把它纳入我们的校订课程。校长表示，未来会把这些美食艺术品提供给店家做行销外，同时也要将台南在地的美食，透过这些艺术品和国际有效来分享。记者杨寿怀台南报道。2023亚洲技能竞赛11月在阿布拉比落幕，台湾代表队获得12金6银4铜的佳绩，总成绩排名第1。其中新北高工更是南瓜3金1银，夺金率100%。新北高工5位技能竞赛国手本次代表台湾参加2023亚洲技能竞赛，荣获3面金牌和1面银牌。新北高工校长林清南指出，因为国际技能竞赛有限制参加的年龄，青年组一般在22岁以下，青少年组在16岁以下，而每个职种、每个国家或地区仅能有1位代表，且代表国家该年度出赛之后，不能再参加该等级下一届的竞赛，可说一生一次仅有的机会，更显现夺牌的难能可贵之处。好的，首先我要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给学校很多的一个相关的资源跟设备，当然要更感谢我们老师的一个投入跟支持了哈。那相对应的，我想有关于这个亚洲杯技能竞赛，它比较偏于这个资电类的，所以它相对的那个电脑设备、硬体设备基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重点是软体，也就是说，除了我们里面的金牌教练以外，我们也去找外面的相对应的，他可能原来是国手或是有裁判长资历来做这方面的加强跟训练。我想，设备硬体，只要有钱就做得到，但最重要的是老师的这一块以及后面的教练团的协助跟帮忙，才让他们可以攻顶。西北高工职训课的选手主要关键就是一个，我们科训时间用在哪里，成就在那里。他们新生的时候，我们暑假新生就有2个月的城市设计的培训课程，然后接着，因为我们有照顾学生全方位的发展，所以主要是新生之外，再来那个放学跟星期6日假日时间，学生也非常努力投入额外的专业课程，
因为不影响平常授课，好，所以学生在课业跟技能能兼顾之下，去发展课的特色。本次荣获青少年组商务软体设计金牌，也是本届最年轻的国手彭彦富同学表示，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拿金牌。会选择参加此职类，是因为有兴趣，这份热情驱使他踏入技能竞赛的领域。即使训练之路充满挑战，他却不曾气馁，因为他知道坚持下去就是自己的。他所受的教育不仅来自课本，更来自师长，也深深感谢师长们无私的传授知识，让他不断进步。就是我是透过国中老师推荐有这个比赛的，然后我在这个比赛呢，就很多人帮助了。然后之所以选择这一条路，就是因为这个职种很冷门，但是它很有挑战度，然后选手的程度要很高，对，就是相较于其他职类来说，就是我在解题目嘛，然后它有点难，就是有点挑战，然后透过学长不断的帮我，然后成功克服了。然后这件事情呢，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如果没有解出来的话，我想我应该也不能比这个比赛了。而另一位范廷伟同学在青少年组网页技术之种荣获金牌，他的技能训练历程已经有3到5年，源自于他对于网页技术的浓厚兴趣。有一次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努力开发一款游戏，并成功完成。那一刻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这也让他坚信，只要勇敢尝试，就能够克服难关。我认为这个帮助一定是非常的大，而且潜在的一些利益也非常的多，因为我得到这个奖项，也就代表我技术也有多多少少也有提升一些。对，其实，在比赛的时候，我发现我在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会发现就会有一些逻辑上的错误，就是可能题目制作的人跟我现在想的想法是不同的。对，这方面呢，我之后是去问学长才知道啊。原来这个地方是要这么做。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根据医学研究指出，女性子宫颈癌、男性头颈癌等与人类乳突病毒的感染息息相关。为了青少年健康，台北市今年加码提供112年入学的国中生公费疫苗，在校园设站为学生接种，以提升群体的免疫力，降低感染癌症的风险。什么是人类乳突病毒？ HPV 是一种会导致细胞癌化的病毒，通常借由接触与性行为传染。依流行病学资料显示，不分性别，一生感染几率高达80%。台大医院小儿感染科医师李鼻营表示，预防 HPV 感染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接种疫苗，在青少年阶段接种，可达最佳的保护效果。对于 HPV 疫苗预防子宫颈癌这件事呢，我大概有3个重要的主题要厘清。第一个就是 HPV 不只是引起子宫颈癌，它还会引起很多其他的疾病。那我们知道说生殖器瘤，我们俗称菜花，它就是 HPV 疫苗所引起来的。然后那个 HPV 疫苗不只是HPV 不只是跟子宫颈癌有关，它跟我们生殖泌尿系统的癌症有关系，而且最近知道说跟头颈部癌症有关系，所以这个是不止男生女生都会得到的癌症。那第二个是很多人以为说 HPV 疫苗打我们只要它是性行为传染，我们只要洁身自爱就不会得到 HPV， 这是完全错误的。根据我们一般的性的一个调查，不管男女他在他的生殖器里面都有一部分的比例会有 HPV 感染的迹象，而且在口水里面也有，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我的行医过程，我当时小儿科医师我曾经看过2个新生儿他在屁股长菜花，然后我们的医师就怀疑说会不会被性虐待但是那么小的小 baby 怎么会被性虐待呢？那其实讲起来HPV 它不会穿透皮肤感染，它一定是黏膜感染，或者是你破损的皮肤感染。那我们的小 baby 呢，常常包尿布，它会有尿布疹，那边皮肤会透皮，然后家长在照顾他换尿布的时候，说不定口水就沾到了。其实我们台湾的调查，10几% 的男生5到10% 的女生口水里面是有 HPV 的。
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医师陈正成表示，男性被感染 HPV 几率比女性高，鼓励男女性都需采取预防 HPV 感染措施。子宫颈癌其实之前因为在子宫颈癌筛检跟 HPV 疫苗的已经都施打在女性很久的缘故，所以子宫颈癌的罹患病数事实上是维持水平，或者是甚至是下降的。但是相对来讲，事实上男性是受到忽略的一群，所以尤其是特别是跟病毒有关阳性的口咽癌，我们知道这个口咽癌主要是特别是指在扁桃腺，因为扁桃腺事实上它因为大体解剖的构造的关系，尤其是特别是乳突病毒特别容易在那边长期慢性的感染，所以容易导致 HPV 导致那边的癌化。为便利学生就学期间在校接种，台北市将全面于93所校园设站提供接种服务。接种前需经家长与学生签署同意书后，经由医师进行健康评估及协助疫苗接种。若因故无法在校接种者，可至台北市115家特约医疗院所进行补接种。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为了庆祝台江建庄200年，邀请作曲班老师陈婉玲与小城玲子带领学童进行为期4天的营队，一直到完成专辑的制作。年前也特别举办发表会，并制作教学包来进一步推广。社区大学台江分校长期推动台语深耕教育，为培育台江在地学子一同习唱台江的歌。台江文化中心与社区大学台江分校近年来合作，为家乡来写歌。在社区大学作曲班老师陈婉玲的带领，将25首素人创作的曲目改编成一同来唱台江歌，将台江丰富的生态景象、人文生活与宗教信仰融入歌词，用 rap 的方式来呈现。这位来适合台港歌这条歌一出来的时候，用 rap 的形式，能够安身立命，安心里面起草了台港出名这两条，真的那个音乐的力量一下去之后，马上就是振奋人心的感觉就出来了。好，我想当下，我想不管是对于学员来讲，或对于台下的所有的观众来讲，都是一个应该是说很难忘，而且是一种很激励人心的作用。那我常在讲台江文化中心，从我们一开始说要盖文化中心开始，我想有一个很大精神，大家都没有忘记，就是除了由下而上，最重要就是公私协力以及地方共同参与这件事。我想这个精神，我觉得从开始在筹备，一直到开馆，一直到现在，刚好今年也是我们开馆第5年，同时也是建庄200年。我想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告诉我自己，就是说，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一开始的精神。10年了后，100年了后，迄时阵咱无伫的，但是100年了后，人会讲咱台江的这个文化时阵，可能歌曲嘛是一个会当讲互大家上当怀念的，可能大家当讲一条台江100年后，一条歌呢，所以这是足重要的。一同来唱台江歌专辑，总共29位学生参与，由老师带领，透过钟兴国老师录制与 MMD 职人品牌的设计，运用鲜明的色彩与风格，诠释台江的在地精神。专辑制作也获得安南区几所小学的协助。主办单位除了发表专辑成果，另外也制成教学包，分送给合作的学校进行教育推广，希望在地歌谣能够一代一代的传唱下去。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北台8县市在新北市政府共同推动幸福保卫战，会中和4大超商代表合作，宣示从今年1月20号开始同步启动，将免费提供主食给家庭突发变故的儿少，一起守护区域内180万的学童。光复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带来热情的舞蹈，为北台8县市幸福保卫战记者会揭开序幕。新北市副市长刘惠然表示，
新北市从102年起和统一、全家、莱尔富及来超商合作，成立幸福保卫站，成为社会安全网的一环。18岁以下家里遇到急难状况的学童，饥饿的时候可以到超商求助取餐，超商通报后由市府跨局处力量协助个案家庭，迄今已经有92089人次取餐，发挥守护儿少功能，协助许多家庭渡过难关。112年北台区域发展推动委员会将幸福保卫站纳入合作计划，只要是涉及就读或是在北台8县市境内发生急难事由的18岁以下学童，都可以到4大超商求助取餐。孩子不能让他没有东西吃，就只有这个想法。因为中低收入户各个情况，我们都有在列管，都有在协助资助。可不管他是哪一个人，就像刚刚影片所提的，家里就是有突发状况，他就是那一餐，很可能他这一辈子就只有拿过那一次。就只有那一次，可是已经帮助到他。阿公阿嬷正在医院，没有人煮东西给他们吃，有这个作为，他刚刚可以看到，这个是真实的孩子，真的会担心孩子会羞涩，觉得开口要突然间去跟人家，好像跟人家拿个东西来吃，而且免费的，就是不好意思。北台区域涵盖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以及苗栗县。各县市响应成立幸福保卫站，并积极筹备各项工作。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能够透过这个方式来完善社会安全网不足的地方，真的很重要。他也期望未来能够将额度配合物价，从100元再调到150元。我们非常需要这一块。我开过府外委员会，府外委员对这个非常的关心，甚至还提出来说，100块会不会太少了？我们都知道，超商现在一个便当至少99块，再加上饮料，会变成150块。说这个要经过会议跟我们刘副市长好好商量才有可能。不过，今年已经定了这个金额，那很希望将来还是有机会可以调高。我觉得社会安全网如果可以靠小孩子，就像刚刚刘副市长讲的，可以来补足，找到来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113年1月10号寒假开始日，北台区域内24小时全年无休，近7500家的4大超商将成为儿少的安全守护据点。学童只要填写基本资料，不需检视证件，就可以到超商取餐，选取饭、面或面包等主食餐点和不含酒精的饮料。后续由超商通报县市政府，再由县市政府视个案情形，挹注社福或教育资源。8县市政府将整合各方资源，凝聚更多善心的力量，公私协力，用爱守护学子。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基隆市市定古迹刘铭传隧道，也是台湾第一条清代铁道隧道的遗址，经过整修将重新开放。为了保育隧道内生态，将采取预约导览，欢迎团体免费申请。中间，今天开不开心？开心。哎，看中间，好的，然后再麻烦看右边，右边，哎，吴丽琴，吴老师，来，吴老师，来，吴老师。从现场的气氛可以发现，社区以办喜事的心情来迎接刘铭传隧道的重新开放。很多人都说等好久了。活动现场贵宾云集，除了副市长邱佩玲、文化局长江庭梅，议会方面由议长童子伟率领，包括前议长宋伟立跟多位市议员都到场，共同来见证祝贺。这个市定古迹刘铭传隧道是台湾第一条的现代化铁路隧道，也是全国仅存的清朝时期的铁路遗址。现场也特别安排书法大师现场挥毫，旷宇天开，来纪念这个重要时刻。今天是家人里在办喜事，因为刘铭传隧道有135年的时间了，它是由清朝到日据时代到民国时代，那这个隧道有经过一直在维修，总算告一段落了。但是碍于交通的不方便，所以现在只有开放礼拜六、礼拜天有导览，要预约，那最多30个人，最少10个人，希望兼顾生态的保育。还可以看到基隆的历史文化的美，再一次，我觉得在这里，当我看到背后这么美的东西可以在台湾呈现，还有历史文化的故事，再看到在座的每一位，因为你们是催生者，
议会是预算的通过者，也谢谢文化局这么辛苦把它完成，当然更谢谢后面的团队们。这个隧道哈，我们真的是期待又期待哈。当初也因为一些工法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开放日期哈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在往后延。那一直希望好难得的这么一个宝贵的一个古迹哈，希望能够呈现到最完美的一面。未来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后面军方的土地甚至可以打通到英歌里，那个美珠阿姨，美珠阿姨英歌里里长在这边，可以打通到英歌里。如果可以把这边跟英歌里的廊道串起来，甚至可以直接串到八中巴西里那边去。目前它是台湾仅存的清朝时代的隧道，那我是希望说中央能重视啊，这个古迹，那看能不能补助嘉仁里，在嘉仁里的周边再建设一些让游客来的时候可以半天的时间花在嘉仁里，这样才有前景。我们的嘉仁里王桂梅王里长跟我们安乐区公所其实也非常用心，因为这一个流民船隧道一旦开放以后，我们希望可以延伸它的观光价值，所以也有研究了我们这一条就是整个嘉仁里、崇德路等等这个山的步道要来怎么样来规划。我们安乐区的崇德路以前就是清朝铁道的路线，这可以是我们说是我们城市非常珍贵的文理还有记忆，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流民船隧道旁的登山步道也可以直接攻上我们的狮球岭炮台，最完整的俯瞰我们基隆港山海城的一个景致。所以我们将流民船隧道与狮球岭炮台，如果两者串联，让基隆的战争史、交通史、城市发展的历史也可以更加立体。据了解，市定古迹流民船隧道当时在公共安全的考量下，98年起封闭隧道。文化局在108年进行古迹修复工程，111年接续进行光环境以及入口意向的形塑计划，终于在今天重新开放，未来采预约导览方式参观。目前服务时间是星期六、星期天，而预约导览的表单可到基隆市文化局网站下载。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启用30年的台南市马术场，因为设备老旧，市府斥资1500多万，整建成国际型的赛事场地，同时委外经营，重新开幕，希望打造成兼具选手培训和推广观光的特色马术场。哇，好棒哦！来点热情的掌声！帅气的马术表演为重新整建的台南市立马术场启用。这座场地符合国际马术赛事需求，市府希望能够带动台南马术运动风气，同时培训选手争取好成绩。虽然我们台南不产马，但是我们的马场一定要做得更好。一方面让全民可以来这个使用，好；一方面让专业的选手也可以来训练，或是更好的成绩。台南市立马术场位于观光发展的重点区域黄金海岸，经营团队也将马术结合观光，表示未来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惊喜，打造全民马术运动教育文化体育园区。从黄金海岸的这个市立马术场开始到船屋，一直到我们的安平，品尝我们的美食等等这些。无论是一日游、两日游，这座马术场未来将和黄金海岸联动，打造观光胜地。体育局也将举办各种赛事，结合国际与国内体育教学资源，朝向国内一流马术运动教育目标迈进。记者邱怀堂的报道。在基隆市各界争取台铁深澳支线的边坡将进行改善工程，斥资3000多万，预计113年3月动工。因为施工将拆除轨道等工程，所以提醒游客，列为全国最美的八斗子海边车站将暂时关闭。交通部铁道局东部工程分局特别召开台铁宜兰线及深澳支线边坡改善工程说明会，包括立法人蔡世英服务处主任林明志、市议员许瑞慈、长潭里长钟丽美与多位新北市民代都出席参加。又有民众向蔡世英服务处反映，深澳支线边坡有松动情况，威胁邻近民宅安全，因此蔡世英特别向铁道局争取到3000多万元的经费进行改善工程。
目前已经规划在民国113年3月动工，工期约11个月。日前有民众向蔡适应委员反映，我们深澳支线那边的边坡那有松动滑动的问题，那会担心影响到周边居民的安全。那委员有跟台铁这边请托，那也成功的争取到3000多万的预算，由台铁委托铁道局来办理相关的修复的工程。那因为修复的工程的上方就是民宅的部分，那我们也要求铁道局未来在发包之后，要求厂商做好零损的防弊的准备。那另外在工程期间的通道，要到这个八斗子车站的通道，基本上也需要透过交通的指引，让民众呢可以走到那边去，然后能够一样享受那样子的美景。那希望这个案子在明年的3月开工，工期为11个月。那我们希望赶快能如期如实的完成，那让民众可以享受更好的服务品质。施工期间将拆除轨道，让施工机具进入施作排水、排装及防落石等工程，因此八斗子车站将暂时关闭。铁路局方面表示，深澳支线截短行驶会在民国113年5月到民国114年2月实施，深澳支线将只行驶到海科馆站，乘车时刻不受影响。期间一日周游券将提供9折优惠。海科馆站前会引导游客到公车转乘处转搭基隆市公车及客运等，提醒游客注意。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周的中嘉新闻周报，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郭文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